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7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啊，三大指数集体上涨啊。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37%，深成指涨1.16%，创业板指数涨1.95%。这个创业板啊，创3年新高，又创了新高啊。这个成交量啊，2.4万亿，也就是说这个量价配合还是不错的。但今天啊，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啊，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全市场涨跌各半，一半上涨，一半下跌。总体上看啊，这个指数牛市啊还在继续。随着这个指数上涨啊，这个很多人呢都关心啊，这个钱从哪儿来，有没有增量资金进来，散户有没有提着钱跑步啊前进啊，散户啊有没有从银行把钱取出来跑步进入股市啊，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啊。这个财新网啊，它有个报道说，根据这个央行公布的数据啊，8月份非银存款新增1.18万亿，这个引发了这个很多经济学家啊讨论，他认为这个存款搬家呀仍在继续进行中。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央行日前发布8月金融数据，强化了2项特征：一方面，存款活期化趋势持续显现；另一方面，居民存款与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呈现此消彼长的格局，非银存款规模持续增加，叠加股市慢牛前景之变，让存款搬家再度成为市场核心议题。存款搬家通常意味着居民部门正在将低风险、低收益的银行存款转向配置到更高收益，但也可能更高风险的投资渠道。从存款结构来看，8月居民存款增长1100亿啊，同比少增6000亿。与之相反的是，8月非银存款增加1.18万亿，同比多增5500亿。你看看，正好居民存款这儿少增了6000亿，非银存款这儿多增了5500亿，感觉好像对上了。当投资者看好股市，计划买入股票时，需要先将银行账户里的钱转入证券公司的保证金账户。这笔钱一旦转出，在银行的统计口径上就不再是居民存款，而变成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所以啊，从这个数字啊一增一减，然后正好对上，所以就有人就认为啊，这个居民存款已经搬到股市了。考虑到8月理财规模较去年同期少增1500亿，我们推测非银存款高增，主要由于居民存款向券商保证金账户和权益类公募基金迁移。中金银行业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啊，他说8月 A 股新开户数量达到265万户，较7月增加35%，同比增加165%。A 股日均成交额达到2.25万亿，超过2024年9月及2015年6月，或能印证居民存款入市趋势啊。他是这么说的啊，这是财经网一个报道。由于7月、8月连续2个月啊，这个居民的存款少增了，然后这个非银机构的存款多增，所以认为啊，这个是有散户啊，就是跑步进场。一边是散户跑步进场啊，一边是大股东啊疯狂的叫减持，对吧？一个是愿打，一个愿挨，一个你愿意要，一个是愿意啊把它卖给你。自从9月以来啊，这个大股东减持啊，拦都拦不住啊。你看这个随便看一下啊，这个中原家居实控人曹勇拟减持套现超5500万，最主要的是这家公司是连续亏损。还有一个做那个玉调酒的叫百润股份啊，这个百润股份实际控制人转让6%的股份套现14.7亿。关键的是呢，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玉调鸡尾酒销量不断下滑。这个百润股份啊，9月10号发布公告，实际控制人刘晓东协议转让其持有的6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这个转让价是多少呢？转让价格23.3块。这23.3块什么意思呢？比当天的收盘价低7.5%，也就是大股东啊愿意低价往出卖啊，转让呢打折啊，套现14.7亿。还有很多啊大股东减持的啊，咱就不一一介绍了。由于这个大股东减持啊现在非常多，所以说证券专家刘继鹏啊，还有很多人啊都呼吁啊要重视大股东减持。大家看一个视频啊。大家好，最近股票市场又出现了大股东减持的情况，具体的数字我没有统计，但是我的好朋友刘继鹏教授他统计了，他一直对这件事情深恶痛绝
而我们实际上也是同仇敌忾。为什么？因为这些大股东的减持行为十分恶劣。为什么说它十分恶劣呢？因为他把股票市场当成了一个单纯的财富再分配的市场。你为什么要减持？难道你对自己投资的上市公司这么没有信心吗？你为什么要减持？难道你还不够富有吗？所以我们说，这些大股东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刚刚热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就开始迫不及待的减持，这对中国股市是一个严重的伤害。我们提醒中国证监会的吴清主席以及监管部门的其他同仁，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坚决反对一些人把股票市场当成一个暴富的场所，他们根本上市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能够把公司干得更好，而是在这里边吸股民的血，榨干股民的财富。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过程非常恶劣，这是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老毛病，而到现在看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这个老毛病我们现在必须改，不是让不让他减持的问题，而是我们要让他说出自己上市的初衷。上市到底为什么？为了赚钱？为了暴富？对不起，我连你那公司一块儿给你拿下去。如果你是为了公司能有一个更好的、更长远的发展，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更多收益的一个初心的话，那 OK， 你必须放弃自己的减持。因此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明白，我们股票市场它的发展也是有初心的，有使命的，而不是那些贪图一夜暴富的人，他们圈钱，他们在这个地方通过减持获得更多的利益，然后他们就为所欲为，他们就不知道去哪儿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老毛病要改，中国证监会要拿出办法来改。我们散户股民热切的期待这样一个改变。谢谢收看。这个钮文新啊，他是应该是一个财经评论人，是哪个媒体的？北京青年报还是哪个报纸的啊？咱们以前还转过他的视频。证监会要改掉股市老毛病，也就是大股东减持。关于大股东减持啊，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今天啊，就着这个钮文新他的观点，我再谈一谈啊。主要是看咱们这个资本市场，你到底是就是定位。如果你定位的是真的就是像美西方那样的一个资本市场，那你就得用美西方那一套办法。如果你定位的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对吧？是以解决企业融资难这个为目的的这么一个市场，那就得用别的办法。我以前说过啊，因为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啊，它从上市的时候啊，它从成立的时候，它就奔着上市去的。它上市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套现，是要财富自由。它不是说为你这个中小投资者说带你沾光，对吧？让你坐顺风车，带你发财，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人家首要任务是圈钱、财富自由，对吧？所谓的这个叫成功者、成功的这个企业家啊，你只要一上市成功了，你就是成功企业家，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他为了上市啊，为了 IPO， 为了上市之后能套现，所以他就前面要各种手段，大肆举债，对吧？各种的这个往里垫钱。各种规范，你比如说那个最近啊，跟罗永浩打瞌睡战的那个西贝它就要上市，对吧？但是它在国内上市很难，国内的餐饮企业上不了市，非常难。它恐怕要到香港或者是新加坡上市，应该是香港吧。他就要做个人合规，对吧？这种做流水、做营业额、做利润，他费这么大劲上市干什么？所以他肯定要套现。所以说啊，在咱们这儿要解决大股东减持的问题，第一种办法啊，那就是实际控制人以及他的后代，对吧？在上市的时候就把他护照给没收，包括他的这个配偶，对吧？包括他后代的配偶，统统的护照上交没收，10年以后，对吧？或者多少年以后再给你。
对吧？这个叫什么？这叫肉烂在锅里，对吧？你胡整，对吧？你虚假善事，你欺诈善事，对吧？你乱减持没关系，反正你人在这儿，你跑不了，你钱出去了，人出不去，那多痛苦啊！而且那钱出去了，你人永远出不去了，那钱也不知道是谁的，对吧？之前徐老板现在在蹬缝纫机，那外面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啊，这没办法的办法啊！这有人就说了，那你这个不自由，那没办法，因为这些人善事他就是奔着犯罪去的，所以你只能啊，先小人后君子，把这个实际控制人以及他后代，对吧？还有配偶、护照全给没收，就不准出国。哎，如果你觉得这个办法不好，那就第二个办法，对吧？你就学美的，学美的什么呢？首先就是说监管部门，你先要摆正位置，你是裁判，对吧？你就是制定规则和维护这个规则。然后呢，这个市场里面有审计师，有律师事务所，有券商，有上市公司，大股东，有股民，还有什么，对吧？还有这个基金，还有做空的。这些做空的，咱们有一期就说过了，它就像那啄木鸟一样，对吧？你容许别人做空机构，对吧？这些都是你监管的范围，你给他画好这个条条框框，你是只做裁判监督，然后还得有机构，对吧？有人有这个能力去监督这个监督机构，就是监督这个主管部门，就你这个裁判有没有做好，是不是公正？有了做空机构啊，有了啄木鸟，那这些大股东啊，他就不敢乱来，对吧？他也不敢欺诈善事，你一欺诈善事，人家把你一查出来，你就完了，你还没套现呢，对不对？你就被人做空了，倾家荡产，死无葬身之地，你费劲巴拉的上了市，对吧？好不容易上市价格是这个，你本来是1块钱，对吧？上市变成25，结果做空机构盯上了，你这全是造假的，一下给你打回1块。马上他就惨，倾家荡产，对吧？你后面再财务造假，人家好多人盯着你，无数眼睛盯着你，人家做空你能赚钱呢？他敢造假吗？你看看那个，我老拿这个贾会计举例子啊，你看贾会计在胡适，对吧？那是如鱼得水呀，那个乐视网那就变成创业板那个标杆，把所有的规则、把监管玩弄于股掌之上。乐视网退市了嘛？你能把他怎么着？人家走了，哎，你看他到美股老老实实，美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因为他啊在这个胡适的这些劣行说，哎，我不容许你在这上市，对吧？你是个失信的人，没有诚信的人，没有啊，人家美国资本市场向他敞开大门，欢迎你来玩，对吧？看还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这叫自信嘛？哎，这个叫制度自信啊，人家允许贾老板这样人来玩，哎，贾老板搞了个法拉利未来上市，为什么他老老实实的呢？因为有无数的做空的这个机构盯着他，对吧？他胆敢啊玩花活，马上就倾家荡产。那最近好像被一家做空机构盯上了，对吧？这贾会计马上还得辟谣，对吧？还得跟这个做空机构做斗争。所以我们最后再反过来说啊，如果我们不允许大股东减持的话，实际上充分说明你这个市场它是个畸形的市场，同股同权，凭什么不让人家大股东减持啊？那还不是潜台词就是说这个股价不值这个钱，对吧？大股东自己都害怕，觉得这个啊现在卖40啊太贵了，我这公司就值4块，居然涨到40，我能不卖吗？然后散户对吧都知道，哎，这公司不值40，但是现在就是40了，还有它涨到80，大股东说算了吧，80你们等吧，我这不等了，我先走了，不就这意思吗？然后这个对吧，散户就说你不能走，要走的让我先走，我先下车，对吧？也就是你不让大股东减持，说白了还是说明这个市场它是个扭曲的，对吧？它就不值这个钱，减持成为矛盾的时候，就说明大家都不认可，都对这个价格不认可。假如我们坚信啊，这只股票现在25，哎，未来它会涨到300块，那这个时候大股东减持，大家应该高兴呢，这便宜的筹码送给你，那是送钱给你啊！大家还记得吧？就是一定要咱们要回忆啊，那个蚂蚁金服上市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蚂蚁金服上市之前有多少基金机构拿这个来炒作，对吧？很多机构啊，哎，他对外宣传什么呢？我们有蚂蚁金服的，对吧？比如说是5000万股的一个份额，或者是有一个这个1亿股的一个权益，然后我拿着1亿股的权益来拿出来发这个募集资金。募集10个亿，这10个亿对应的1个亿的这个权益，就这个对吧？那些什么理财产品都好多人去认购啊，为什么？不就是因为都觉得这个蚂蚁金服一上市，它涨10倍、20倍、30倍，所以那个时候都希望对吧？你大股东能不能多让点股份出来？怎么不说它减持呢？对吧？每个人都嫌自己的配额少了，对吧？给我的太少了，能不能多给点？那时候多么希望那些对吧手上有权益的让出来。哎，那个时候怎么不骂人家减持呢？你想跑是吗？当然了，最后啊，他一网打尽，对吧？到现在还没有走出那个阴
阴影，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也是天算啊，人算不如天算。我讲的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这只大家都知道这只股票以后要涨10倍、20倍，那大家肯定是希望大股东你赶紧卖呀，对吧？你不卖我上哪儿买去啊，对吧？你赶紧减持。那现在为什么不容许它减持呢？就因为大家心知肚明，都知道这玩意儿不值这个钱，对吧？今天40，明天说不定是被查出来是造假的，财务造假，一下还要退市呢。所以我在以前节目就说过了，当减持还是咱们天天讨论的问题的时候，就说明你这个市场根本就还没有好转，这市场本身有问题。这个市场扭曲到什么程度呢？扭曲到大股东啊跟散户居然是对立的，他不是本来咱们是在一条船上，对吧？齐心协力，结果大股东和散户居然是对立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就要割你，对吧？不是散户割大股东，就是大股东割散户，变成这样的。那你说这个资本市场它不是扭曲了吗？有很多人说啊，那你这个就是啊，说的太严重了，哪有那么严重啊？你看啊，大众新闻报道，北交所这家公司7年营业收入竟然全是假的。北交所是哪年这个推出的？好像2023年吧。要么就22年，反正就是不是22年就23年，你才几年啊？居然这个有一家上市公司，它7年都是造假，是在北交所上市的啊。保荐机构五矿证券摊上大事。9月12日，北交所上市公司深圳市广道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啊广道数字，公告称已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此前，该公司于2024年12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决定书显示，广道数字在2018年至2024年上半年，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发票、银行回单、发货通知单以及入库单等方式虚构销售和采购业务，从而虚增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累计虚增营业收入超过14亿，累计虚增营业成本超过7.5亿，甚至有的年份虚增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占比接近100%。上述行为导致广道数字披露的2018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报存在虚假记载。中国证监会对广道数字及12位相关责任人作出了顶格处罚，合计开出4020万元的罚单，其中广道数字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万元罚款。根据此北交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这个广道数字啊，它是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2021年是转板转到北交所的。你这么一个公司，它成立之初啊，它就奔着上市的，然后就造假，那7年造假，就还没到北交所它就开始造假。所以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这个上市公司，它设立的时候它就奔着上市来的，就是奔着割韭菜、奔着财富自由来的。那它为了上市，你说它什么手段不用啊？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只是冰山一角啊，这种造假多了去了。你看啊，南都湾财社报道啊，说爱维电器涉虚假审计报告被罚，爱维电器 IPO 路上再添变数。他说，日前财政部公布一系列罚单，其中显示深圳市聚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存在未实施必要审计程序、编造事由、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等情况，涉及企业为目前正在冲刺深交所创业板 IPO 的深圳爱维电器技术有限公司。这个爱维电器正在深交所那儿冲刺，就闯关呢。IPO 闯过去就财富自由啊！按道理应该深交所查出问题啊，深交所那没反应，结果是财政部查出来，给他审计的机构叫深圳市聚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问题。你说这叫什么事？就按理来说，这个爱维电器它IPO 对吧？这些所有的这个手续啊，对吧？这材料申报到这个深交所审核的，结果爱维电器在这边还没有发现问题，还没出事，那边帮他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被财政部查出来了。我就是说，大家想一想，你说这个啊，什么上交所、深交所，什么证监会，他到底在干啥？给我感觉这是几个部门没协调好啊。所以这些啊，也能说明大股东减持的问题。你说这些企业一旦到了那个过了解禁期啊，过了那个禁售期啊，它能不减持？何况那价格一旦更高，对吧？超出他们的预期。最后我们再说一个离奇的故事啊，也不知道真假。也就是说啊，炫富要谨慎。有个人呢，在美国啊赚了钱，实在是按捺不住啊喜悦的心情，就是这种喜悦必须得找人分享，所以他就在小红书上面注册了一个账号，结果啊被美国的什么联邦调查局啊还是 FBI 给盯上了。
这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的啊，应该是在这个金融圈还是个挺大的一个事。我看好多人都在转嘛，说不敢发朋友圈，清华学霸晒1.67亿元年薪引调查，被指控多项罪名。美国司法部说他处于在逃状态。哎，这哥们儿现在是在逃啊，说曾在小红书晒出2350万美元，那大概折合人民币就是1.67亿啊人民币啊年薪的无件，说正面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的民事、刑事双重起诉。你看人家反应非常快，对不对？这美国的证监会和这个司法部马上就一个是行政，一个是刑事就上了。近日，美国司法部表示，吴健被指控犯有电汇欺诈、证券欺诈和洗钱罪。美国司法部还表示，34岁的吴健是一名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公民，目前处于在逃状态，无法立即确定他的律师。根据吴健的这个领英介绍啊，他在2011年取得了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并于2017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名校毕业的吴健曾在美国知名做市商城堡投资实习，于2018年4月加入顶尖的量化对冲基金，从量化研究员做起，3年不到啊，他就升任该量化研究部的副总裁，那说明他还挺厉害的啊。2023年1月，工作不到5年的吴健被提拔为高级副总裁。然后说这个吴健呢，2023年曾在小红书悄悄炫富，并称不敢发朋友圈，自己的心态还是太年轻，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偷偷炫耀一下。该帖子显示，其2022年薪资较往年出现暴涨，高达2350万美元，神乎其神的啊，感觉很玄乎啊。那这个吴健到底是犯了什么法呢？实际上就是吴健在小红书的炫富啊，被这个美国有关方面发现了，然后就先是公司内部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啊，2021年11月到2023年8月期间，吴健呢说秘密篡改至少14个投资模型的去相关性参数，使新模型复制公司原有策略，谎称生成独特预测。关于给量化基金啊写交易策略的，也就是设计这种交易策略的，我认识一个人，什么时候找他咨询一下，看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也就是他呀给这个量化基金啊内部给的这个交易策略啊，他把里面的很多参数给改了之后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他们那个量化基金啊客户损失了1.65亿美元，而他这个量化基金员工获利4.5亿美元，对吧？我理解的恐怕就是优先劣后啊，对吧？亏的是客户的，赚的是我的，大概这意思啊，就是当然他也不是赚他自己啊，赚的是他这个私募基金的这个佣金利润，但是亏的是客户的，所以给客户造成了1.65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个他所任职的这个量化基金呢，多赚了4.5亿美元。那根据这个他的薪酬规定啊，吴健这个人呢，2022年就拿到了这个2350万美元的工资和报酬，还有这个提成，并用部分资金购买曼哈顿公寓。所以这个美国的司法部啊，指控吴健涉及电汇欺诈、证券欺诈、洗钱3项重罪。据说啊，每项罪都是20年以上，20年起步，这个是高智商犯罪啊，把那个交易模型里面的参数改，钱就到手了。但是我想啊，说是发这个社交媒体上炫富帖子导致他被抓，或者就是事情败露，我觉得这个只是巧合，对吧？他就是不发这个社交媒体，他也会被抓住，对吧？这个只不过他发这个社交媒体啊，让他更容易被发现，对吧？在美国那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那你做这些事情，迟早是会被发现的，对吧？你给客户造成了1.6亿美元的损失，但是公司多收了这么多利润，本身就反常啊，对吧？但是这个你要在胡适，那就是天经地义。对吧？胡适就这么干，对吧？所以说他把这个胡适的思路啊带到美国去了，那你不是找打吗？那胡适你说那个咱们大量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对吧？赔得一塌糊涂，但人家管理费赚的那是盆满钵满。在国内这么玩可以，对吧？你到了这个美国这么玩，那就是找打。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